那我就开始了哈。好，我们阿美族的祖先哦，在那个中国的东南沿海那一带哈，就是挖到那个亮岛人的那个地方，我们所携带的 DNA 是10000A，然后泰雅族的 DNA 是10000A1，所以我们其实共享同一个母系的 DNA。6000年后，泰雅族人居住在台湾，就没有再离开台湾了。那阿美族人是顺着东南沿海一直走古代的巽他古路后，直到菲律宾又进入台湾。所以这两个讲的同样的古南岛语的族群啊，他们有不同的命运。就是说，泰雅族带着古南岛语进入到台湾，跟其他的古南岛语，包括周语、布农语、卢凯语、排湾语等这些不同的古南岛语有互动。那是不是后来的台湾岛上的古南岛语也有因为一些互动、交易、通婚，语言上也有些许的改变或者是甚至变化的幅度很大，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这个可能要交给语言学家去做判断。那另外一支就是我们讲的顺着东南沿海走巽他古路因为我一直提到巽他古路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过程，我们的阿美族的祖先就顺着那个正在消失的路径在移动嘛，所以它其实是不断的移动，而且不断的分散在不同的岛屿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学者的有一张很经典的图可以看出来我们古代的祖先如果走巽他古路的时候，他会先经过那个西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西边他会首先碰到南亚语系的人就是第一次那个古南岛语跟南亚语系的语言碰在一起那这个语言就学者的定义它也是波利尼西亚语。再来呢，我们在西印度尼西亚也碰到那个矮黑人所使用的语言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提到，矮黑人是从中国大陆因为 O 型的父系 DNA 它由北而南的扩张，导致 C 跟 D 这两个父系的 DNA 在逃难用逃难来形容蛮恰当的。所以我们在西印度尼西亚又碰到了那个矮黑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两个语言加在一起，又加进那个南亚语系南亚语系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它是比较属于苗瑶语系这一类的语言，所以这个三个加起来之后，其实就也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然后我们继续往南走往南走到那个东印度尼西亚。那我们走到东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又碰到了从中国大陆逃难的西型的父系 DNA 我们在东印度尼西亚，那我们的南岛语又跟所谓的西型的 DNA 的语言也就是梅拉尼西亚所使用的语言又混在一起，这个也是马来，应该不知道有没有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也是一样。然后最后那个我们的祖先又北上从那个东印度尼西亚又北上到了那个摩鹿加、菲律宾南部、中部到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南岛语又碰到了那个我们讲的矮黑人的语言，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南岛语在东南亚岛屿这一带总共碰到了南亚语系，还有矮黑人所说的语言，还有
西行智人哦，其实也是我们的祖先之一啦。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西万的语言，美拉尼西亚的语言，这几个语言混在一起，其实就是整个东南亚岛屿的波利尼西亚、马来波利尼西亚的语言。所以这个语言哦，阿美族人哦，就进入台湾的时候，就把这个语言带进了台湾。就是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阿美族人因为从菲律宾吕宋岛北上进入台湾，后来又跟台湾的其他的古南岛屿又碰面了，也就是感觉上本来的语言混血之后，又遇到本来的语言。可是我们能不能断定台湾原来那些语言是本来的？我不敢确定。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或许从7000年、6000年到4200年之间，台湾岛内的各个族群也有可能语言有互相采借交流，它可能语言也有变迁。所以这个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变来变去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源头了那我觉得学者大部分的假设会错把阿美族走东南沿海到巽他古陆，再到印度尼西亚，再从菲律宾北上到台湾，误以为这个南岛古语是从台湾由北而南，就是从台湾到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这个其实因为其实同源的位置大概是在亮岛的那个位置因为我刚刚已经提到，不管是泰雅族或者是阿美族，他们共享同一个母系的 DNA， 就是E1那阿美族是 E1A， 泰雅族是 E1A1，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当时这个族群应该是说阿美族跟泰雅族的那个妈妈是讲同一个语言，就是古南岛语。那后来阿美族的这个妈妈千辛万苦回到台湾，可是泰雅族的妈妈就直接住在台湾，那就搞得好像这个语言是从台湾往南边传就是从台湾由北往南传。事实上，真正的逻辑应该是阿美族带着这个语言混血了矮黑人的语言梅拉尼西亚的语言，还有南亚的语言，然后进入到台湾那我们现在来看那阿美族人最有可能带到台湾的语言我们从那个我们的那个母系的 DNA 来判断我们看一下菲律宾菲律宾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过去的文献提到就是洪小纯说，洪小纯那个学者他说，阿美族他航海的技术嘛，他们就是从台湾到菲律宾的吕宋岛，然后再用那个很高度的航海技术进入到那个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因为这有一个逻辑，就是说阿美族的 DNA 跟吕宋岛的坎卡奈族的 DNA 相似那又跟关岛的那个 DNA 相似，所以发现这三者之间有同一群人在移动。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大的线索，就是坎卡奈族他是住在吕宋岛的北部。那吕宋岛的北部呢，我们按照文献来看，吕宋岛的北部可能所操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最有可能的是他加祿语达嘎洛那个他加祿语最有可能阿美族进入台湾之前是讲这个语言，但是我们的猜测是这个语言应该是 B4A1A 说的语言那另外一个是从另外一个 DNA，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母系 DNA 叫 E1A那 E1A 我们就菲律宾的分布图跟印度尼西亚还有婆罗洲它那个高密度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菲律宾的南部那一带那我们对一下那个菲律宾南部那边的语言比较是那个比沙亚那个语言中文我有点忘记了。比沙亚这个语言
那我们的团队也有发现，如果我们都有去关岛的话，还有一个语言叫做查莫洛语言，就是说关岛人上面使用的南岛古语叫做查莫洛语言。所以就这3个语言来看就是阿美族人最有可能进入到台湾之前所使用的语言第一个就是 Tagalog， 第二个就是 Visaya， 第三个就是查莫洛以上。喂，神龙哥。等一下啊。喂，神龙哥。有听到。我刚不小心把我手机的那个关掉了。可以关掉。对，我刚不小心关掉我手机的那个，对，可以吗？这样子？可以，有11分钟左右。还不够你有讲完吗？我讲完了。OK， 那就先这样子。OK， 还需要吗？需要我再补啊？其实我以为我讲超过了呢。没有，还有，要不然还有5分钟哎，还有可以讲的吗？可以，我再连线一下哈。好。我刚刚真的以为我讲超过，所以我想说赶快给它结束。等我一下。OK。真是的，搞不清。喂。有听到。我看一下还在录。好，我再看一下，因为我怕太多那个累赘的部分。为什么？喂，有回音了。有回音呢。等一下啊，我知道了，我这个电脑的麦克风没有关。OK。好。OK。那我来找一个可以也是另外一个议题的，我来看看一下。刚刚因为我是比较快的把那个结论讲完了。好，这个5分钟嘛，我讲这个可以。这个会比较好。原来那个叫树物语Visaya 叫树物语。好，那我就继续讲森龙哥，你就从这边开始录好，我们综合以上的说法不管是国外的学者或者是国内的学者对于南岛语言的发源地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基于是本族人的立场都予以尊重啊。但是原则上我们认为在探讨一个语言的发源必须要从它的迁移的路径，跟它的体质上的 DNA， 还有它文化的形成像我讲文化的形成，可能就包括这个我们阿美族过去的祖先呢，他有从事过南岛玉露还有铁器文明的引进这个的整个文化形成的过程，包括我们另外一个祖先B4A1A， 他透过整个那个大航海的一个过程把他的那个领域扩张到波利尼西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待南岛语言的起源就是说尽量不要落入在单一的学科知识的架构下去思考，它应该是有不同的多元的那个框架，或者是多元的知识跟概念去重新解读何谓南岛语言的发源地所以我们经过那个 DNA 的或者是迁移的路径，或者是文化的形成再都证明台湾岛真的不太像是一个那个南岛古语，应该是说南岛语言的发源地
那整个来看哦，就是说6000年到4200年这一段期间哦，台湾岛上的语言并没有出去，4200年后，其他的语言进入并且出去。如果你是说南岛古语是从4200年以后才开始往南传哦，那这个假设就不成立，因为4200年前哦，东南亚岛屿就已经有人在讲南岛语了。哦，包括东印度尼西亚，哦，西印度尼西亚，哦，还有我们讲的菲律宾，哦，这一带都有。而且我们透过不同族群的迁徙，包括C型智人跟 D 型智人的 DNA，也在移动。它的移动的过程都是9500年到7000年之间。所以我们如果硬说是那个马来波利尼西亚也隶属于台湾岛的发源这个假设真的会被那个很多学者诟病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就兜不起来那我们看那个一个很实在的一个证据啦，我们看我们台湾有22个岛屿其实都大大小小的岛。它总共有16个民族那事实上这些民族也是学者刻意切割出来的。那再来有16种语言那事实上有的只能说它是方言就是你很难说它是独立的一个语言，但是我们把它极大化嘛，有22个岛屿，有16个民族，有16种语言。OK， 那你看印尼呢，它有17506个岛。它有300个民族，它有742种语言。那如果就我们台湾的某些学者说，语言的越分歧越多种，应该就是发源地。那为什么印尼不是南岛古语的发源地呢？为什么是台湾呢？从数据上、从统计上、客观的来评估，逻辑上台湾都不会是南岛语言的发源地我们就数字论数字嘛，大概是这样了。那台湾是南岛语言的转运站跟中继站，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目前可以接受的观点。以上，这样可以吗？森龙哥？可以可以可以。大概是这样。好，那我好，先谢谢你我先制作一下那个。好，那你忙了OK OK， 好，好，谢谢，拜好，拜。好，拜拜。